网红 T 妹 Tiffany Chen 今天27日杠上3立主持人陈斐娟，她自称昨天26日去录影时，全程被陈斐娟人身攻击，甚至怒骂她是乱象，扬言若节目内容播出将提告，并贴出制作单位向她道歉的简讯，表示会剪掉影片。今天陈斐娟回应是 T 妹来录影时双乳几乎全露，并强调是她认为节目内容不妥，主动要求制作单位不能播出。据苹果报道，针对 T 妹喊告一事，陈斐娟经表示，昨天因为自己得录另一个节目，因此邀请来宾和节目内容全由3立处理。没想到 T 妹到场时衣着不得体，双乳几乎全露，疑似仅用胸贴贴住，是她要求 T 妹穿上衣服才可录影。此外，T 妹在网上说要送粉丝母奶及谈论包养等观点，都让陈斐娟认为扭曲价值观。陈斐娟强调，媒体是公器，并非提供舞台让 T 妹炒知名度，且节目属于社论性质，应该是要讨论，并非炒作新闻的地点。强硬表示往后绝不跟 T 妹同台，即便其他节目也一样。他并指出，因节目内容不妥，是他要求制作单位不能播出，而非 T 妹所说的是他要求不能播出。对于陈斐娟的回应 ，T 妹再次回呛：“我有那么无脑吗？什么叫2球快掉出来，只贴胸贴，我还罩一件外套耶，这样他也可以黑我。”对于陈斐娟扬言封杀，他则表示不稀罕。